即係當我60歲嘅時候咧，我就攞到我第一筆退休金啦。咁當時嚟講咧，我就諗下做一件係應該有理想有目標嘅事，咁我就係決定咧係將呢個地方咧係租落嚟，就將來改名叫做紫荊站。紫荊咧即係香港嘅洋紫荊嘅市花啦，咁啊代表我哋香港人管理嘅一個叫有機紫荊站嘅目標，唔單止係為我個人嘅認同，更加咧係希望咧成為一個平台，促進到咧香港人關注地球環境、愛好科研嘅咧，大專界嘅老師亦都利用呢個平台咧，可以繼續將我哋科研，可以培養更多嘅年輕嘅科學家。覺得咧香港教育大學咧，除咗將來嚟講，我哋咧喺科研上面係有貢獻，教育亦都係我哋嘅強項。我哋咧如果能夠藉住呢個紫荊站做我自己嘅身份，教育大學裏邊背後嘅支撐，我可以喺全香港嘅中小學基礎教育嘅裏邊都推動咧呢個極地關心愛護嘅科研同科普教育。